林一帆，有你包裹。不用谢，这都是英雄应该做的。嘿嘿，好。啊，那不是红人剑侠客吗？他口味这么重，居然跟娘娘腔大叔搅在一起。没想到你这么耐打，居然没受伤。对了，给。我也有一只泡泡，叫小蓝，跟你这只很像。有照片吗？给我看看。我看是娘娘腔缠着剑侠客吧。舔狗虽然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哎呀，可怜啊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再怎么说，人娘娘腔大叔也能耐呀，能勾得上红人剑侠客，没准明天就能和古。从今天起，骨头怪就是我的好朋友。谁要是敢再欺负他，对不起。好霸总啊！谢谢你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？我们是好朋友吗？你放心，以后我罩你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们为啥非要在南瞻部大道见？最近名山公园风景很好啊。这个……哦，对了，之前看直播，你的剑好像有些古怪。我回去查阅了一些古籍，有可能是被精怪附体，要当心啊。你对历史有研究？正好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。你想给漫画找素材吗？啊？你知道我的漫画？我有追更、投票、打赏哦。啊？你最喜欢漫画里哪个角色？守护法古精灵，他太帅了，我也想像他那么厉害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真正收服古精灵的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哎，听说待会儿名山大学有个历史讲座，要一起去吗？下次吧，今天有事儿。你好神秘啊，每次约你都不出来，难道你是大明星？我去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个、十、百、千，万！哦，耶！什么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小兰，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小兰，小兰，啊，你去哪儿了，小兰？啊？
啊，难不成是他？虎头怪！哎，太好了，你找到小蓝了。狗样的泡泡。谢谢侠客。